以色列甲伊朗暂时停战哦，台股今仔收盘嘛起破22000点，但今日嘛公布5月份景气的调查哦，制造业、服务业佮营建业拢淡薄仔落。有学者嘛分析指出讲，台美关税谈判最近哦会有结果，代表话美金哦应该会当较稳定咯。今年的 GDP 嘛应该会当保三。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局势变化真大。台湾时间透早6点传出停火的消息，市场受到鼓舞。二是台股早盘开悬，上悬捌到22200点，台票嘛起3.4分。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的计数嘛为昨收盘70.52块的美金，落到剩60几。要霍姆兹海峡没有封起来，没有封起来，其实对原油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。就没有那么，包括卡达的天然气啦，包括伊朗啊、阿曼啊，他们的那些油就可以运出来。目前这个危机看起来是已经解除了，不管布兰特原油或是西德州原油都跌了7%。台经院公布上新景气动向的调查，5月份制造业、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是拢落，制造业已经连续4个月拢落，那服务业甲营建业是连续5个月走弱。7月9号，我认为不会有明确结果。有可能像你讲的10%再往上修，如果你不赶快来谈的话，那我要再加，又有点像中国这种情况。从10月9号到现在，他们关税也收了不少，比如说今年大概比去年同期增加46%，确实关税增加，他们财政收入有帮助，但是确实也可能对于刚刚我们孙主任提到，第3季的 CPI 造成一些压力。有关国内经济成长率，学者预估，顶半年因为出货量较大，带动 GDP 成长差不多5%。强调关税、汇率、甲战争发展的态势豆豆明朗化，2025年 GDP 有机会会当保三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